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市的前议员陈志忠，因为牵涉到洗钱甲做伪证，互法院判刑1年2个月。就伫2个月前开始入去封关，但是互周刊来压料，讲陈志忠伫服刑的期间有特权，毋若关伫一个人的家牢，阁会当看迄个掌上型的电视。高雄第2家角是出面来背会，讲陈志忠目前是关伫3人房，掌上型的电视是入家就会当来购买，讲一切拢照规定，并无特权。有没有跟支持者想要？5月中，高雄市前议员陈志忠来到地检署报道，准备封关闭期时，却真侪支持民众和媒体包围。虽然伊就坐车来到燕巢区的高雄第2监角，即马却周刊压料，伊伫咧笼仔内是过甲真舒适。根据压料内容讲，陈志忠封关闭期是住伫咧1人房，无亲像大部分的受刑人拢是住做伙。差不多拢是8、9个人住一间，虽然压料的人佫讲，陈志忠封关无到1礼拜就当看电视，而且透早一步就当放伊出去路口运动。针对压料内容，高雄第2监角就来做出背会。刚开始我们是评估他的身心状况没有适当的人选跟他同住，所以是短暂配在那个小房的1人房这样子。6月份以后没有，我们就是配在工厂配在工厂。目前是有2个室友。对放伊出去路口做运动的部分，感觉的人是讲是为着要介护伊安全，都可以出来运动跟晒衣服。开封日的话，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，只是说他的执行是做分开的实施，不是同步实施。这是基于那个安全考量。另外，4台电视是从关闭期第当买，转到过夜间部分是定期申请，每一个受刑人都会当领表送审。陈志忠已经封关满2个月，因为关的时间真短，符合遴选到过夜间的资格，但是通过遴选，上近9个月就当转到过夜间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